上去意已決，我當敬重他的抉擇。王后，好了，今日就练到这儿吧。什么事？苏秦已经離開咸陽了，大公主去追也沒追上。蘇秦能否追回來，全在大公主；能否留下來，卻在大王了。此刻，大公主已經去了宣室殿找大王，想必是想讓大王把蘇秦再給追回來。父王，如此一來，諸國困秦之局可轉化為列國困燕之局，秦趙兩國更可借鷸蚌相爭，成為最後的漁翁。這全是蘇秦想出來的。是啊，父王認為是否可行？類似的謀略，張儀也提過。看來蘇秦的確有才。的確如此。大王，王后來了。讓她進來。是。孟瑩，你先回宮歇息，我會派人速速追回蘇秦，並和眾臣商議此事，爭取讓齊王早日發兵燕國。謝父王，孩兒告退。臣妾拜見大王。穆堅在。去把雍瑞給我召來。是。且慢，大王，可是要雍瑞追回那已經在回國路上的蘇秦？不錯。此事應在斟酌。為何？大王要使人追回蘇秦，是因為大王看中了蘇秦的才華。正是。可蘇秦的才華與張子相比，孰高孰低？伯仲之間。那張子與公孫衍相比呢？難分優劣。正是因為蘇秦才華橫溢，國士無雙，才讓臣妾想到公孫衍棄官而去的前車之鑑。一山不能藏兩虎，蘇秦性情孤傲，與人交往不知緩轉。眼下秦國朝堂上，張子深得大王重用，臣妾在策論中窺知，蘇秦的謀略主見與張子相似。蘇秦入朝，倘若與張子和睦還好，若是不和，會讓大王十分為難。王后接着說。蘇秦的策論詞語犀利，論點精闢，但他的主張並無新意。大王若追回蘇秦，卻失了張子，會使得政務動盪，讓國人不知所措。治大國若烹小鮮，不可用人不定，政令反覆。寡人一用了張儀，就不能再用蘇秦。王后說得對，此事作罷。王后昔日與張儀嫌隙很深，為何今日來為她說話？國家大計，遠勝於個人好惡。好，王後很好。大王謬讚，臣妾只是想盡微薄之力，為大王分憂。王后禍目開金，達人大觀，寡人從此要對王後另眼相看。舒兒過去散逸懈怠，全是舒兒的不是。我得舒兒，如周武王得一江，楚莊王得樊姬也。大王，臣妾哪比得上一江、樊姬那樣的賢後？唯女子者，困於閨中，眼界小，格局小，氣量小，那是天生性情，也是後天所致。古往今來，很少有女子能夠出類拔萃，卓絕群倫。寡人若能遇到一二，都是珍寶。大王，臣妾日日心繫秦國與大王，只要秦國昌盛，大王歡喜，臣妾死而無憾。對了，光顧着說話了。
天涼了，臣妾為大王熬製了川貝秋梨糕，讓大王嘗一嘗。好，拿來給寡人嘗嘗。若是覺得不錯，臣妾再為您做。好。大王已經知道了王後的好處，從此會更加好好珍惜王後和公子道。這只是開始，不過記住，千萬不可在外面提起今日之事。為何？大王都說王后出類拔萃，於秦國有功呢。這功還是記在羋月頭上吧。王後，你想，本來大王想派人請蘇秦回咸陽，但卻被人極力阻止。對呀，應當是羋月壞了大公主的好事。怎麼會突然改變了主意？不是說好要派人追回蘇公子嗎？算我看錯了他。公主知道這中間的緣由。在後宮之中，能讓我父王改變主意的還會有誰？難道是羋月？除了他，我想不出第二人。议後，羋八子求見。不見，就是我身子不舒服。是。大公主平日就算身子不好，也從不會如此回绝夫人。除了身子不好，大約心情也不好。大公主好可憐，夫人該幫幫她。我想幫她，只是眼下不知如何才能幫到她。自上次司馬將軍大勝後，雙方戰事一直僵着。如果等齊國發兵，再解函谷關之圍，不知拖到何日。近日，我軍進行了休整，又增添了糧草。